有侪国的百姓要去讲，来啊！咱上耶和华的山，到雅各上帝的殿，伊要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咱也要行伊的路，因为律法要对锡安出，耶和华的话要对耶路撒冷传播。伊要伫列国中来审判，为着侪百姓来解决。因要将因的刀拍做犁头，将因的枪拍做镰仔。即国无举刀攻击迄国，因也无过学习交战。雅各的家啊，着来，咱着伫耶和华的光明中来行。圣诗27首，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咱做伙起立来吟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你是赏赐平安，佮赏赐人福气的上帝。我要学着你极其奥秘的创造甲业理，互正受造的拢着幸福伫你掌管的下面。你也互人有恩赐来管理万物。感谢你伫侪人中间拣选阮诚侪你的儿女。有福气来领受对你来的智慧甲能力，你毋但是阮代代的帮赞，搁较是阮将来的愿望。感谢你保守阮经过一礼拜久，搭伫过去的日，互阮经历你丰富的供应甲祝福伫阮的身上。你实在是疼。互有侪人伫你的面前通安然徛起，主耶和华，你若照看人的罪恶，一水徛会牢。总是你有赦免的恩，要互人敬畏你。求你赦免阮因为疏忽所带来的过失，伫圣神的光照中保守阮的心思意念。也互阮伫受苦的时有忍耐甲吞忍，伫受患难的时无失去对你遐来的信心。常常我搁主学习真理的教示，我的生活会当活出主的款式，来试正阮的行为，分别做成。也求你赏赐对你遐来的热情，互阮服侍搁较有气力。今仔日是甲主同齐到领受圣餐的主日，感谢主，互阮有份进入你永生愿望的国度，领受永活生命的宴舍，这就是恩典。互阮知影信心的倚靠是出自你的应允甲看顾，才会当进入你的国度。求上帝你继续引带阮教会的正当工，有同款的心志来兴起福音。你是阮的大牧者，求你祝福双联教会，加添阮信心甲勇气，伫逐项的圣工的推动，拢通得到果效，也无因为阮久长来
持守信仰刻板的印象，直到产生偏见，互教师无办法来突破。求主怜悯阮，是阮拍拼无够，来求圣神继续兴起发光，互少年教会伫关心即个社会所设立的事业体，毋管是幼儿园，还是老人安养园区的设立，拢通成做一个有果效的宣教动力，来荣耀上帝利益的正人。来恳求主赐福，天气也渐渐炎热，求主看顾阮每一个肢体身体的健康。当伫国际上，南韩即个国家所发生貌似病热的传染，求上帝怜悯，互因有能力，通将即个传染病得到控制。也嘛有台湾的执政者有警醒判断来处理的能力。今早起伫礼拜中来分享信息的梁义进牧师，求上帝你也恩膏伊，甲伊三甲伫地，互伊会当真实传讲你基要的道理，来互阮生命伫圣神的引带中，通日日得到成长。伫阮的肢体中间，检查也有人撞着恶担当的事，求上帝你也陪伴因，无论是伫病痛中、伫生活中、伫家庭，阮也确信主你拢知影每一个人的需要甲欠缺，求上帝你时刻来祝福因。当阮将即个礼拜为头到尾，求圣神你亲自来带领，甲阮同在。无完全的人祈祷也是无完全，只是阮要做伙，用主耶稣教导学生的祈祷文，做伙出声来祈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接续咱三甲来启用，伫启用文35篇，就圣诗后面第53页，我来启，请会众来应。既然恁喙焦的，就来就近水。来啊，毋免云，毋免计钱。恁啥事开会钱，买迄个袂食得的物。恁着留心听我，就会食迄个好物。着趁摇花通找着的时来找伊。歹人着离开伊的路。规园摇花，伊要怜悯伊。摇花讲：我的念头，毋是恁的念头。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。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搁倒转。互野种的有种子，我的喙所讲出的话，
也要安尼，我全无空空倒转来我遮。恁出去买欢欢喜喜，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欢喜唱歌。情别发生来替草市，这是要做后花的名的纪念。圣诗164首，基督做咱坚固地基，请起立来吟。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来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时咱要请圣歌队用俄罗斯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，即款疼。
今早起咱要看的圣经是诗篇128篇，现代中文译本第791页，台语汉字本第678页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是偌尼有福气啊！遵趁伊命令的人是偌尼有福气啊！你落落得来的有够你食用，你的确快乐，凡事亨通。你的某伫你的厝内，亲像结结的果子的葡萄树；你的囝儿围围伫你的岛，亲像橄榄栽。敬畏上主的人，袂安尼得到福气。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互恁，愿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繁华，愿你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，愿以色列国太平安。愿上帝的话来祝福咱大家。接续杨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平安之福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伫今仔日，咱伫即个清早的时阵，搁一摆来到上帝的殿院。咱头拄仔做伙读一个使徒圣经，其实一开始我要分享使徒圣经的一个上尾一段。其实伫咱台语的圣诗内底有一个小小的不适当伫内底，就是最后一句咱讲到圣佮共同的教会。咱台语的圣诗内底甲画一个坎仔，就是倒点，迄是毋对的，应该用顿号，因为无一款物仔叫做我信圣，然后煞共同的教会。即句话的意思是讲，我信圣佮共同的教会。我信圣洁佮共同的教会，因为教会属于上帝，所以伊是圣洁的；因为教会属于宇宙万美的主宰，所以伊是共同宇宙性的。所以这句话应该用顿号。我信圣佮共同的教会。今仔日咱看到诗篇128篇，要讲到平安福气。但是我要用这个福气，平安的福气，毋是单单讲到咱的厝体、咱的家庭，要讲到咱的教会，要讲到咱的教会怎样会当得到平安。平安是一个基督徒常常彼此请安的事。平安，愿你平安，愿恁平安。你若每一天、每一届敲电话入来相连教会，你会得到一个平安的请安感谢。相连教会平安，然后请问你有啥物代志？那你无得到这个平安的问候，你会感觉怪怪？今仔日毋知占着物，还是啥物代志？还是需要替伊祈祷啊？心内无平安。平安是上平凡、上日常的期待，平安也是上困难达到的一个生活的状态、生命的状态。用平安来彼此请安，是对犹太人来，是犹太人的传统。但是咱会发现到，这个用平安来彼此请安的民族，却是一个真碎、真侪战乱、真侪困难，甚至强强要互去灭族的国家，敢毋是？民族敢毋是？因伫全世界走来走去，互人赶到无共款的所在。所以，咱会发现，这个世世民族用平安来彼此请安，是偌尼啊无容易的代志。新约咧，咱拢是基督徒，咱是基督的教会，咱承接耶稣基督对平安的应允。伫约翰福音14章27、16章33节讲：我用平安互恁，是这个世界袂当抢夺的平安。但是2000年来，基督教会咱做基督徒的咧，偌尼啊抬头的代志，偌尼啊侪基督徒诚做顺道者，为着信仰来放杀性命，甚至有的是规个教会去互抬去，有的地区去互杀害去。咱讲 Holocaust 大屠杀的状况，
所以历史中有一个足重要的话，安尼讲是顺道者的火来灌压教会，互伊成长。是顺道者的火来灌压教会，互伊成长。但是咱会发现，这两个族群，犹太人、犹太民族、基督的教会、基督徒，却有真类似、真同款的一款特质，就是无论是患难、是困苦、是真大的绝境，拢袂当久长来压制因的成长。就是人类罪性，也是讲卑劣到极点的人性，嘛无法度来阻挡因继续成长、真做丰盛。咱看见犹太民族，咱看见基督教会，亲像迎风的木麻花，亲像耐旱的仙人掌，伫大风的内面就继续徛条，无摇动；伫无水的所在，还要伫遐成长。开花结果子，最后咱搁一摆深深来反省一项代志：到底对基督徒来讲，特别是对一个服侍者来讲，什么是平安啊？什么是这个世界袂当抢夺的平安啊？尤其是咱拢足欣赏的迄款平安，咱会当定义讲是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改其色的笃定，一种笃定伫咱的心内。尤其是咱咧讲，迄个平安是无会互惊吓、绝望来拍破、拍败的迄款从容。尤其是咱将平安定义做一个，无论经过偌大的风影、偌大的雨、偌大的雪、偌大的日光，甲火烧，还佫会当丰盛、佫丰收生命的状态。到底耶稣所讲的平安，迄个世界袂抢夺的平安，是虾米款的平安啊？是虾米款生命的状态？是虾米款的生活的情景啊？今仔日的经文就是诗篇128篇，互咱搁一摆得到虾米款的提醒，虾米款的学习啊？其实今仔日的经文是一个真短的诗篇。真正短诗篇，讲到一个足平凡、足素常的信仰者的生命状况、生活的状况。但是这个短的诗篇会当分做3个段落。第一段就是第一节，伊讲到所讲的对象是倒一款的对象，是怎样的一个人。第2到第4节是第2段，讲到一个信仰者对工作到家庭所有的状况，是啥物款的情景。第3段是第5到第6节，讲到一个信仰者，伊伫空间甲时间的内底有啥物款的福分？时间的内底就是长岁寿，敢毋是？健康甲长岁寿。伫空间的内底，就是得到本族本城的福气，锡安的福，耶路撒冷的福，以色列的福，伫伊的社会内底得到福气，得到福分。短短一首诗歌，讲到人世间上平凡的平安，上无稀奇的生活状况，却有真重要的信息伫内底。首先来讲，这个诗歌内底上重要的一项词，头一项词就是伊的顺序啦。顺序真正重要。第一节讲到所有一切当发生的一个基础。就是第一节甲咱讲，一个人是爱敬畏上帝、遵行伊的道路的人，才有法度来享受迄个基督徒的平安，享受迄个信仰者的平安。那咱换一个话来讲，对一个服侍者来讲，就是咱若无法度先正做上帝的工作，咱就无法度为上帝来工作，并且得到工作的功效。咱搁讲一摆，一段足重要的。咱若无先正做上帝的工作，咱就无法度为上帝来工作，搁得到工作的功效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咱必须要先互上帝立，互上帝辱，互上帝拍破，互上帝搁一摆塑造，然后
咱会当真做合约的工人，真做合约的器具，真做搁深搁大的一个器具，互上帝来采用，互上帝来使用，互咱的性命展现上帝的荣耀，互咱的生活得到丰盛的成果。这是第一段，敢若一赞尔就遮尔啊重要。第二段、第三段讲的就是即款，互上帝来塑造、塑造、搁塑造、搁拍破、搁塑造即款的人，即款的信仰者、服侍者，会当活出怎样的生活，会当得到怎样的果效。咱会发现安尼一款人，伊的心内在是真正平安的，他有一种笃定和从容。伊的外在是充满生产的快乐，伊是很有生产力。你看，伊的某、伊的翁是有生产力，伊的囝是有才调，会当继续生产，有创造的快乐的。规个家族会直直拖出去，毋是干那咱讲家族的生产尔，佫是一个家族的荣耀的扩展，家族的事业、家族的范围的扩展。即款的人，毋是干那伫工作、伫家庭会当有贡献，会当享受着我所得到的效果，也佫会当伫所徛起的城市，诚做祝福；伫所参与的信仰团体，会当安然徛起，安居乐业。所以伫即个短短60个诗篇内底，咱看见一个真实的平安的信仰者所展现的形象啦。因为人伫即个人世间会当所看到的平安就是安尼尔尔，但是咱伫遮停落来，咱大部分已经拢过40岁，就是人生行差不多已经过一半，也是特别过一半。咱会发现即款看起来足青翠的人生，好亲像有淡薄的表面，敢毋是？较诚实的咱来问，是毋是足表面的？淡薄的表面，因为你若有经历人生，人生毋是安尼啊。人生有悬有低，咱会破病，咱有死死，咱有困难，咱有绝境，咱有当时啊拍落，咱亲像袂阁爬起来。咱拄着工作的困难，咱拄着家庭的困难，咱拄着健康的困难，咱拄着服侍的困难，咱拄着人际关系的困难。咱只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人生是一个充满危机甲危险的存在，敢毋是？每一工咱出去，咱无把握会当平安转来无？咱至亲所疼的囝儿，咱的爸爸妈妈，咱的另外一个阿那达出去，你无把握伊会平安转来，敢毋是？若是安尼。诗篇128篇所讲的迄个平安，到底是虾米款的平安？真正的平安所讲的是虾米？而且我要退一步分享最近我有一个足深的经历甲见证。5月8号拜五，因为我祖寿是拜五，虽然身体需要休困，但是心内搁较需要安息，所以我就勉强爬起来，勉强。去到关渡的所在，伫正德神学院，伊的院长老护理院长灵命塑造的课程内底，伫遐听伊的课，成为旁听，没有学分。短短2点钟的时间，我感觉有值啦。我搁一摆看到长老教会老辈牧者迄款典范，我搁讲一届，我伫遮无要高举任何的人，我是对伊。看见会当学习的所在。2点外钟内底，我看见即个足斯文的细细汉仔的院长老辈年长75岁的牧者，斯文慢慢啊讲，分享伊教册伊牧会的经历，慢慢啊讲，无提高伊的声，无化着，慢慢啊伫遐讲。伊甚至真温和，但是严格甲伊学生要求因爱写心得、读书的心得，写灵修的笔记、灵修日记。
温和但是严格来要求伊。但是足奇妙的，这学生袂感觉讲哦，这个老师感觉我的课上重要，所以咱会发现咱伫大学若修课，有的老师就是我这课上重要，所以我写30000字吼，其他拢放落来，先写了才讲，无着60分以下呢。搁一摆，搁来写30000字，写到写出来为止。伊袂互一个学生感觉迄款自我中心的重要。伊伫即款要求的内底，叫学生感觉讲，我真正是为着你好，我愿意参与搁帮助你来起造你的灵性的性命，所以我安尼要求。我感觉讲，哦，第一摆看到啥物叫做歌手啊？伊要求学生，学生甲讲感恩。伊要求学生，学生足欢喜来接受，感觉好久没有人，尤其是一个团队者，为我的灵性如此的在意，所以学生感觉足流目屎，因为有人为着伊的性命遮尔在意，所以拢乖乖听话。内底有60岁，有20岁，大家无论年纪，乖乖伫遐听话，愿意受伊的要求。但是上我感动的毋是这个。然后一定，我上感动的是，伊伫整个的课的最后，伊就跪落来伫伊的教室的头前，75岁，跪踮教室的头前，邀请所有已经荒漠的牧师，无论你是25岁，还是45岁，还是65岁，换手为伊祈祷，换手为伊祈祷。伊讲。伊愿意，互大家换手伫伊顶面，互伊当搁一摆受到上帝来管压，诚做合约的工人，诚做好的老师，诚做会当帮助学生起造伊灵性性命的一个导师。伫遐我看见一个老牧者愿意搁一摆，年长到迄个程度，愿意搁一摆，互上帝拍破。塑造，然后会当帮助别人性命的塑造。归类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但是归类这个简单的动作是永远的提醒，提醒咱是上帝的工人，提醒咱是伊的老婆，提醒咱对伊的顺服甲降服。2点外钟的课程，我一面听，也一面阮会分享足侪教会的状况，需要感慨。正面的、负面的，需要祈祷的、流目屎的、欢喜的代志。我伫遮写着一段的话，是对长老教会的一款反省，要伫遮分享予所有的人。这段的反省是要彼此来提醒，毋是要互相来吐槽。我伫遐写着啥物？我读互大家听。我讲是填袂了的报表。开袂了的病情，开袂了的会议，食袂了的便当，上无欠缺就是活动甲时间，上需要的是安静甲听候，永远拢有补助啦，但是常常得袂到帮助。若是会当做伙打高尔夫球，敢会当咱搁较侪做伙祷告呼求？若会当做伙打高尔夫球，敢会当咱搁较济做伙祷告呼求。伫遐我想着足侪相连教会的代志，伫短短服侍内底。我发现相连教会是一个接受上帝祝福的教会。咱是同时期的教会内底发展了上好、上大、上富有，啥物拢有的教会。咱有教会，有事业，有人数，有资源，有真好的历史，真好的传统，啥物拢有。咱有第一名的牧师，咱有第一名的中职，咱有第一名的会友，咱有第一名的建筑物。莫袂记哩，咱是台湾第一个宣教大楼伫林良堂建的30年前，咱就起，20-30年前就起起来。咱啥物拢是第一。咱经过真侪挑战、困难、危机、变迁，还佫伫地。上帝甲咱伫地，上帝带咱经过所有的风景，还佫伫地，安然徛起。但是今仔日的咱大家，敢毋一个感受，敢毋是？咱最近，咱常常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，敢毋是？就是咱徛踮一个历史的关键点。历史的转折点，
咱忽然发现，咱这2、3年所有的决定，拢会改变上人的未来。咱忽然发现，伫这个关键的时阵，伫这个关键的决定的所在，上帝同在迄款笃定平安，知影我讲，知影咱所做所讲的、所行的是对的，是偌尔啊重要，敢毋是？但是，互人有当下心糟糟的是啥物？咱行伫人无行过的路啊！长老教会，但基督长老教会从来无一个教会大遮大个啦，大遮大个遮济事业体啦。咱发现咱行伫无人行过的头前，咱亲像要过约旦河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打落毋知水会打无，还是淹死，毋知呢。咱一方面是一个主流的教派，咱有长老的智慧，咱有民主的制度，但是咱的大小已经变做安怎讲大型的教会，要这变做mega church遐尼大啦。长老教会从来毋捌遮尔大过。咱当时去面对台湾前景的困境，敢毋是？宣教、扩展甲事业体经营，安怎平衡，安怎整全？咱面对2种的冲击，一方面是老年化，一方面是少子化，就是人愈来愈侪老大人。有人在讲，到我的囝迄代，一个人上少爱饲4个，上济饲8个，平均饲6个长辈。咱有全世界上低的生育率，有亚洲上头前的离婚率。咱的教会面对团队服侍文化的建立，这毋是讲牧师团尔，毋是讲牧师中一同工尔，还佫伫咱每一个小组内底，每一个团契，每一个诗班，每一个牧区内底，怎样起造咱团队服侍的文化？甚至咱面对团契甲牧区结构的调整，要怎样来行？咱当时有敬拜团，嘛有真好的诗班。有的教会是敬拜团较强，诗班较弱；有的教会是诗班较强，敬拜团较弱。咱毋知是好啊歹，2种拢真强，所以常常伫遐感觉足歹做选择甲整合。我头拄仔讲遐的困难，有的是重要的，有的是次要的，但是拢是咱伫选择头前路站爱考虑的。诚做当工，若咱心内有一款心糟糟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参与伫甲上帝做伙烦恼大代志的行列，烦恼教会行列，这是好的。但是，诚做一个徛点历史关键的时间点、关键的所在的教会、关键所在教会当工甲成员。咱怎样确定上帝的带领？咱怎样会当讲？咱面对所有压力，咱袂退后，是因为咱知上帝安尼带，咱会当坚持到底，咱会当行出属地相连迄个独一无二、丰盛的道路。伫咱有一天年老交出咱所有的工作的时阵，伫人正人甲上帝面前交销的时阵，会当享受一款笃定、从容的平安啊！对诗篇128篇，咱会当学到啥物？首先，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咱爱学晓第一节所讲的敬畏上帝。伫教会运作内底，爱真实认捌，这是上帝的教会，这毋是我的事业。犹太人伫面对战争的时阵，这是足重要的提醒。我要伫遮讲一个故事，就是犹太的王约沙法伫面对足济的人来，当时要攻击伊。这个人包括是摩押，包括是阿门，包括是米乌尼人，甚至我嘛毋知这是啥物人，做伙来攻击伊。甚至有人去到王的面前对讲：“王啊，代志大条了，外面阿兰遐有大军要来攻击，已经到门口啊！”
上帝神即时临到利未的后裔撒加利亚的囝亚哈斯安尼讲，伊就对王甲百姓讲：得胜无伫咱，得胜伫上帝。英文讲了更较清楚，伊讲 ：For the battle is not yours, but God's。这个战争毋是你的战争，毋是我的战争，毋是咱的战争。这个战争是虾米人的战争？这个战争是上帝的战争。有当时咱伫服侍内底，华语讲了较好，虽然咱无一定爱讲华语，瞎忙。咱常常伫服侍内底瞎忙啦，无用，但是无出路。无用到一个程度，有人啊就郁住了，因为无用，佫无出路。但是咱若独家己无用，就咱已经失去敬畏上帝的心啦。因为这是伊的征战，毋是咱家己的征战。所以咱求主帮助咱，首先了解。这是伊的教会，这是伊的征战，毋是咱家己的教会，毋是咱家己的征战。直到咱会当将双人双手交踮上帝的手中，直到咱会当无阁感觉真正重大，真正心糟，无阁感觉，亲像保罗所讲的，斗拳打空气，毋是无努力，但是无感觉拍到啥物货，无感觉得到啥物高效。然后，咱会当伫上帝时间内底，清楚看见上帝对双人的心意是啥物。第二，咱爱诚做真正遵行伊真道的人。上帝向咱显明伊的心意的时阵，咱到底遵行到偌济？一半袂歹啊，10%有较低，但是常常1%、2%是咱的现况。最近青少年，因为阮伫活泼的生命的进度内底，分享到迄个列王记，讲到先知以利亚的故事，甲大家做伙分享。先知以利亚是旧约内底上有行动力的一个先知，一世人拢在走，为着上帝走，也是在走路拢有。伊面对上济的成功，上大型的成功。但是面对上疯狂的追杀，伊面对以色列历史中上小的一对国王的夫妇，就是亚哈跟耶洗别。所以先死抬了太太抬，太太抬了先死抬，照三顿轮流抬。直到以利亚感觉伊的人生足忝的，伊孤单，伊感觉这是一个太赢。腰骨抬袂赢的战争，怎样来讲？伊甲巴力的450位先知相战，康，就安尼赢，敢毋是？上帝降火，伊就赢。但是这个胜利的背后是啥物？佫一摆受人追杀来走路。所以直到以利亚感觉伊足忝的，伊甲上帝讲啥？这个大的先知讲啥？讲互我死吧。互我死吧，因为太忝了，因为太孤单了，因为上帝对我足歹，拢干那拗我，因为我较好拗，隔壁迄个较歹，你拢顾在意，所以我太孤单了。到这为止好毋好？到这为止好毋好？上帝安那去恢复这个伊所听佮动用的先知？伊接纳伊所有的哀嚎、抱怨，然后甲饲互饱，甲大大讲免烦恼，我已经备办新的以色列王、新的叙利亚的王，要成做我的刀来刑罚所有歹人。我要立去就跟迄个以利沙成做你的接续的人。你的接班人，我替你有备好势啊！我甚至为你，也为我家己，留下7000个人，是无地到
拍败伫别个神的骹下。上帝从来毋捌互以利亚孤单，但是伫即个每一届成功失败、成功失败、成功失败的困难内底、的野心内底，上帝一摆搁一摆拍破即个先知，就是因为伊动用伊，伊就拍破伊，搁一摆重新塑造伊。一摆拍破，一摆塑造，一摆拍破，一摆塑造。以利亚就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哪来哪大，哪来哪深，哪来哪坚强，真做会当承载搁较侪上帝荣耀的一个器具，真做搁较勇壮会当跑走头前路站的上帝罗卜上帝的工人。是啦，咱若清楚上帝对双人心的时阵。咱可能嘛爱亲像以利亚共款，爱面对真侪的改变，敢毋是？迄个时阵，若咱一旦清楚，咱就爱面对改变啊。但是咱若真正相信，上帝要互咱双年教会会当面对台湾社会甲教会局势改变。若咱真正相信，上帝要互咱搁较大、搁较强。搁较会当成做台湾正教会，特别是长老教会的祝福，咱就爱承受迄个必要的代价，就是上帝可能会来甲咱拍破，搁重新塑造。这个过程是咱必须要付出的代价。所以咱会发现，今日上帝的心意内底是困难的代志。因为咱有当时看无头前的路，敢若上帝知，咱来靠伊来行。有当时咱甚至要面对转型，面对精神迄个痛痛，亲像妇人人生婴的痛痛。但是，互咱每一个人，免让咱家己成做以利亚的模样，愿意甲家己交点上帝的手底，看伊安怎为咱成就大事。是大个困难的事，咱只要做一项事就好，就是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对双人的心意的时阵，互咱伫哪来哪清楚的意向甲共识内底，咱就坚持无放手，伫上帝的道路顶面坚持到底，努力来行，就算是爬嘛爱甲爬出去，这条路爱行出去。到死嘛无骗你，然后咱会当开始有一款从容甲笃定，迄款的平安，咱无搁心糟，袂搁郁卒，袂搁野心，咱会当随时准备好咱家己，伫上帝时间点，甲伊做伙真正好的真正。然后咱会发现一个足奇妙的代志。就是一开始，咱会发现讲，咱亲像足歹行，头前无路，路中拢是大粒细粒的石头，但是行一大路的时阵，路就开始开，哪来哪大条，哪来哪顺，哪来哪侪人参与，东行的东港，东行的省道是遐尔侪，甚至有一天，咱会行出一条大路，会当跑走的大路。然后咱会发现，咱的家庭、咱的教会、咱的社会，因为咱经历丰盛，咱要看见有才调的子孙，咱要看见咱的事业得到扩展，咱要看见咱的教会得到复兴，咱要看见台湾有平安，咱要享受长岁寿佮健康的福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做伙为着双人祈祷，好毋好？你偌久无为着教会？跪落流目屎祈祷啊！伫祈祷中，咱会做伙看见上帝对双人教会的心意，因为只有上帝是咱的大牧者，伊养饲，伊引带，伊帮赞，互咱行伫伊的路中，到死也无骗你。而且我要分享一个这2天的见证。阮伫新的培育系统内底来带无共款的课程，无共款的成员，10多个人的兄弟姊妹。内底有初初信者，甚至有慕道友伫内底。伫这2礼拜的课程内底，我就因换手来服侍的时阵，当我为着其中一个成员
来换手服侍的时阵，因为伊有一个足深的需要，就发现所有的成员开始开声为着伊祈祷，大声来祈祷，逼切来祈祷，甚至阮中间有的人流目屎，因为知体会到伊款困难甲痛苦，伫圣神的内底，甲伊做伙痛苦，体会伊的痛苦，为伊逼切来祈祷，流目屎来祈祷，甚至中间有因安尼来领受迄个方言的文字伫内底，无人开始即个祈祷，但是做伙祈祷的时阵，迄个火就哪来哪炎，哪来哪炎，改变迄个整个的课程的成员，改变迄个小组。然后后来，我甲因做伙分享，我讲，其实无人开始即个祈祷，敢毋是？我其实敢若是为因换手一个服侍尔。我无讲互咱做伙为着伊祈祷，我其实无安尼做。但是迄个祈祷的火，就安尼哪来哪大，哪来哪大，圣神点导咱的火，互咱会当为着同一项事做伙逼切来祈祷，来求讨，来呼求上帝。伫遐动工，伫遐做工，然后即个小组就开始改变。我有一个成员分享了上好吼，虽然讲了有淡薄歹势，伊讲牧师啊，你替我换手的时阵，我感觉平平无怎样，就安尼尔尔，小可温暖，但是无啥物特别。但是你为着迄个另外一个成员来服侍的时阵，我规个人拢醒起来。我无法度无为伊祈祷，我就为伊祈祷，逼切祈祷，流目屎祈祷。然后我感觉圣神的同在是遐尼啊深，遐尼啊实在。我就甲因分享讲，这就是咱圣经所教示的是啥物？同感一灵。咱做伙受到圣神的感动，咱就开始做伙感受共一款的异象。上帝对整个咱这个团体的生命，所以咱会当真清楚，这毋是牧师团甲咱讲的，毋是中级同工甲咱要求的，毋是我互压迫必须要行的路，这是上帝亲自甲我感动的。然后咱有哪来哪济人会当做伙为共一个意向、共一个共识、共一个方向来努力来跑走，然后咱就看见上帝在咱中间来同工。应该拍破就拍破，应该堵起的就堵起，应该塑造的就塑造，应该加添的就加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同心合意，为着相连的牧师团甲中级同工祈祷吧。因为这毋是伊的征战，这是上帝的征战。因为是上帝的征战，所以是咱的征战。咱拢伫这个征战内底，若是你感觉，若是你认同，你是相连的一份子，互咱务必家己征战上帝的征战，经历甲伊做伙征战得胜的过程。我安尼相信，我也愿意大家安尼相信。得胜伫上帝的手中，平安伫主的手中。我相信这是伊的教会，咱是伊的囝儿，咱是伊的百姓，咱是伊的军队。愿咱因为敬畏咱的上帝，遵行伊的道路，就咱家己、咱的家庭、咱的教会、咱的社会，会当继续不断。伫平安的福气内底，伫整个讲道的最后尾，邀请所有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，你就甲隔壁的兄弟姊妹手牵手，咱要做伙为着教会来祈祷。你若愿意，你就手牵手为着教会来祈祷。咱偌久无为着教会祈祷啊？咱手牵手为着教会，同心齐声出声来为着教会来祈祷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将这个教会仰望伫你的手中，主啊，你愿意，你就收束迄个大的气力、大的异象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阮若有欠摕，阮若有软者有受伤的，主啊，求你夹起来医治。阮若有需要的，你就来补助。
互阮搁较头前的路站，阮搁较清楚，搁较明白，互阮愿意伫遮当心来呼求的时阵，主你就听，你就怜悯，你就帮赞，你就引带头前的路站，互阮行伫你所欢喜的路站内底，互阮会当因为欢喜敬畏你，搁行踮你的道路的顶面，阮就成做你合用的工人，来成做整个台湾社会、长老教会的祝福。主，阮伫遮当心来祈求，愿你感纳，愿你听阮的祈祷。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线会诗515首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，请起立来吟，吟诗线，请杨牧师来祝祷。咱做伙来领受祝福，着平平安安转去，因为恁的敬拜一定得到感纳。我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找见恁转到恁所徛起的所在，成做上帝大疼痛的见证。更愿你每一人坚强伫主的头前，成做教会的条石，做伙为着相邻教会兴起尽一份力，互这个教会会当成做圣洁无瑕疵、归主上帝的教会。佮愿咱的主耶稣基督国外大开来圣神真理的引带，天父教义的稳定，甲咱大家三甲伫地，直到伊过来的日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社温受车劝。